唯一，首先是唯一。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国家，还是系统的唯一的一个系统的利用依赖死球器官为器官来源的国家？我怎么理解这个唯一和依赖这个概念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是？只有我们国家。那这是唯一的意思。唯一。依赖是什么意思？器官来源有两部分，一个是尸体器官，一个是这个亲体捐献。亲体捐献中国有，是吧？尸体器官，中国在2010年以前，完全是来自于死球器官，就没有公民捐献。如果你说你不承认用死球，那你就承认你的所有的器官是哪里来的？你1年9000个器官移植，你器官哪来的？我们的器官移植中间不断的出现有器官买卖现象，又不断的起来把一些贫穷的人圈养起来，把器官取出来。拿来买卖的现象，就是死球到底有没有这个自愿捐献的意愿，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。你说可能吗？也不排除有吧。中国的人群中间只有34%是愿意捐献，那我们的死球都愿意捐献。我想这个不用把这个我们叫画公仔，不要画出肠子来。你知道器官移植成了个灰色的地带，老百姓不敢说，医生也不敢说。您说，由于取消了死球器官移植这个事儿变得透明了，可是之前这个需求量有什么可不透明的呢？死刑是国家的秘密，是吗？但是病患并不是秘密啊。我这个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懂。你器官的来源是来自于死刑犯。是，就是器官的来源它可以是秘密，但是这个就是那你从等待这个也是秘密是吗？不是，那你能够做多少？那你不是都是知道你是国家的秘密了吗？那它应该小于这个数字才对呀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所以这个太敏感，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，你想就想清楚了。